一生飘撇是过去，行过半世人少年时，夜市仔来摆一担，听阮来念歌，听阮的歌。一生漂泊是过去，行过半世人少年时，夜市仔来摆一担，听阮来念歌，听阮的歌。来，各位朋友兄，小弟今日来甲分配地，望恁台北的乡亲来我捧场一下。现在阮音乐的节目就要来甲恁开始了，拜托我阿吹一谢谢啦。少年的爱听恋爱歌，阿伯爱听关仔岭。囡仔讲伊也要念歌，是毋是要叫阮念摇圆阿歌？现在阮叫一个轰动东南亚的露露小姐，来甲恁念条新书啥人知？新书啥人知？拜托我甲捧场者，我鼓励一下吼，谢谢你啦。为人头定甲放了袂，一代你啊脚啊载阮行，走前的心内三顿无论，若是无开喙着无饭食。若是本公司出品的乌狗白地团，是专门咧头文堂、血糖、粪加糖。你的囡仔若是面得青黄乌大散，茶饭食袂落去，只要你若好食，随食随好，随食随好。金夜庙口来唱歌，唱啊唱阮的想死条，无人来听，无人为来听，是毋是阮的时代有变化？还佫有本公司出品的草药丸啊，是专门咧治巴肚痛、老舌。不但是安尼尔，无论是喙齿痛、胃痛、头痛，一解5粒，一解5粒。若是无效咧，一罐赔恁3罐的钱。少年时代是过行，山来袂去的故乡安怎行？若是有人问阮故乡大着，每一届阮的声音着扫声。后手搁剩3罐，后手搁剩3罐，本来一罐是150，一罐150，3罐即马咧卖恁400好，400就好。只要这3罐若要卖完，阮就外国卖啊，倒来继续甲恁做节目。有倒一下饼要买无？倒一下饼买啊！啊，遐一目镜拜托哦，迄个谢谢啦。农村客是所当下，伊嘛是落魄跟阮行。半唱的心内是毋是梦？红嘛搭啦是毋是阮的梦？农村客是所当下，伊嘛是落魄跟阮行。半唱的心内是毋是梦？红嘛搭啦是毋是阮的梦？天色也已经无早，现在阮音乐节目也要来甲恁结束了。恁若是要听露露小姐的歌，甲徐小丹的凉凉秀，明仔7点，同这个时间，伫这个所在再会。谢谢，罗兰，多谢。农村客是所当下，伊若是落魄跟阮行。我唱的心爱是毋是梦？红嘛搭啦是毋是阮的梦？一生漂泊是过去，行过半世
社会。